1991年10月7日，俄罗斯小军联邦总统叶尔辛发布命令，废除境内所有苏联共产党机关。执政的是推行市场经济甲民主制度，煞予苏联解体，使俄罗斯的领土失去超过2成。在国民的心中，评价有好有歹，俄在历史上一直扮演关键性的角色。1998年11月7日，选举会最后一次定期大会宣布散会。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宣布竞选了后，11月7日进行最后一次定期会，一直到12月18开完最后一次。52档历史的台湾选举会正式闭幕，行入历史。2019年11月7日，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盛大开幕，这是台湾第一次举办世界级的博览会，有3000万株的花卉，总共有7000场的活动，总参观的人次突破800万，也吸引超过58万人次的外国旅客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水。